金球奖嘅内地报道同大家共下来看到，片东人万万用创作歌手有幸义，佢用4件嘅血，而為嚟今年嘅金球獎最佳行業歌手、同最佳行業專輯兩隻獎。雖然佢哋很多年來都係大啲紐西蘭，不過還係當十萬嘅啲嘅創作客家流行音樂，希望大家透過幾件作品會注意客家流行音樂。佢咪講，呢位金球獎係平時對佢嘅肯定，無論要得獎麼，都懂得得慶祝。談論鋼琴唱歌嘅，有興兒從2082為全世界其中一條歌嘅藝術，雖然多年來喺大睇紐西蘭，有興兒還係影響客家歌嘅。對，差唔多7、8年前開始寫客歌嘅，受到10多年嘅鼓勵，繼續寫。一條蒼天橋喺專輯當中簽名一條歌嘅，用輕快嘅旋律來寫聲音嘅甜甜嘅感覺。因為英文嘅歌嘅，如果要一條歌係蒼天橋安尼嘅，唔過冇腔調啊，當然冇腔調嘅英文唱嘅，佢喺彈嘅我都明到喺客歌嘅咩可以來寫一條安尼嘅。有興人講，伊睇紐西蘭搞聲音嘅，紐西蘭都係一個有多元族群嘅國家。伊同時地講，伊嘅專輯因為金球獎，使得講比韓那聽，也鼓勵伊繼續創作。對於使得因為金球獎，有興人會感謝平時咩傾聽，伊也講南擺韓係會繼續寫歌嘅，而紐西蘭也聽得到客家流行音樂。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。